大家好，又係耀進教練派健康嘅時候啦。今日咧去到長華村派啲健康俾啲街坊，問下啲街坊咧有邊度關節痛先。事不宜遲，跟落嚟啦 ，Let's go！ 哇，正啊，揾到個靚女啊！嗱，靚女，嗱，我哋嚟呢度咧就係想問下啲街坊啊，你平時有冇做開運動啊？行下當運動咯，日日都行，係風雨不改。係咁有冇關節痛纏繞你啊？膝頭哥啊，即係都係膝頭哥有少少啊嘛？你可唔可以咧做到呢個動作？腳企膊頭闊，踎低咁樣做。你試下盡你能力，睇下踎3下俾我睇先。好辛苦啊！哇，都好喎，一再嚟第2下。哇，勁喎2，勁喎3，哇！好似冇乜痛喎你。哇，勁喎1、2、3，叻到不得了。哇，勁到不得了啊！教你做多動作，拉多啲呢個動作得唔得？係啦，嗱呢個咧拉翻個大髀咧，等你個柔軟度都要有翻，知唔知道啊？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yes！ 嗱呢個動作咧屋企多練習好冇？真係好活躍啊！呢班街坊一睇佢笑容，一知佢平時咧好開心啦。平時有冇做開運動啊？間中有啊，都會有。好 fit 喎，見你。咁你自己有冇關節痛啊？暫時就冇乜嘢。叻女啊，證明有做運動真係差好遠啊！好，哇熱，哇俾我摸，哇佢停到啊你，俾我5先靚女 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，都得。耶！佢聽唔聽到啊？佢話10下都冇問題啊，不得了！俾啲掌聲 ，OK， 勁啊 Uncle！ 哇！我而家送份禮物俾你先，呢一個咧係水一寶牌子嚟嘅，全港銷量超過250萬罐，佢就係令到你啊關節好，踎低起身冇難度啊！咁飲完之後咧就會同你一樣噶啦，好啊，踎低起身。冇難度。係冇難度啊！關節痛嚟揀水一寶。水一寶關節 4D 奶粉，經 FRC 權威市場用家調查報告證實，90% 有效改善關節痛。骨科醫生徐德海推薦專業成分，專門對付50歲以上及嚴重關節痛人士，銷量全港第一。